欢迎收看《台湾世界》，我是阿明。立法院临时会上尾日，咱看到表决是国民法官法吼，经过是30多点钟哦，随条表决总算是3读过关。不过咧，有人讲吼，这是蔡政府司法改革进一步，敢真正有影咧？这回咱看到司法院甲民间哦，这个司改会其实是拆破面，参审甲陪审两种制度是超袂捌吼。最后咱看到的通过吼，改名就是国民法官法吼，较挖到参审制这个部分。未来咱看到讲吼，包含着10档以上有期徒刑的这个罪，以及调低讲犯罪致使发生死亡结果，合议庭会当是这个3名，即表这个法官甲6名国民法官吼合审合判，但是什么排除在外？咱看到吼，这少年的这个刑事案件甲毒品案吼，拢排除在外口啦吼。那么看到讲国民法官按算伫这个2023年元旦的时阵来施行，6档拢会有这个小组来检讨，实行6档了后，2029年吼评估是毋是会当来继续啦吼。不过咱嘛看到讲，若是这个国民法官的这个产生是由地方法院哦，依照需求通知咱讲县市政府啦吼，满23岁，嘛带伫咱讲地方法院管辖范围内底4个月以上国民吼来随机抽调咱讲国民法官以及备位的这个国民法官啦吼。咱看到讲国民法官伫咧这执行职务的这个期间吼，候选的这个部分啦吼。到庭期间，拢爱互伊这个公假这个部分哦，逐工会当领到3000块。另外，咱嘛讲到吼，爱有这个保护的机制啦吼。国民法官任何人拢袂当吼接到伊个人的这个资料，以及影响因的这个判决吼，嘛袂当用任何的方式甲因做直接，也是做联络。今日趁这个机会啦吼，咱就做伙来了解国民法官3读以后对咱法庭，也是讲法律上的有啥物影响。先来邀请咱节目上3位来宾，第一位咱要邀请到最高法院退休的这个法官吼，即阵是咱北社的理事，嘛是法政组的调集人，咱的叶赛英律师，你好。主持人大家好。第二位咱要邀请到即阵吼是咱司法院刑事厅这个副厅长吼，嘛是咱的法官吴秋红，法官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咱要来邀请到法律白话文资深的编辑吼，嘛是咱的这个律师江浩佑。大家好，主持人好，法律圣经，各位听众朋友好。有影啦吼，其实咱讲到参审制，也是陪审制，也是即阵咱咧讲的国民法官制吼，其实社会沟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代志吼。头拄啊，我咧引言的时阵有讲到啦吼。司法院也是讲司改团体吼，真侪种声音啦吼，参审陪审，大家伫遐吵来吵去啦吼。咱嘛看到讲陪审团制吼，伫立法院遐吼，真侪这个政治这个活动伫咧啦吼。不过咱有看到，今日已经3读通过啊，但是社会沟通才刚要开始呢。是，这个不管是参审制吼，还是讲陪审制吼，拢是这种的法律制度，伊拢是。人去创造的，所以既然是人创造的制度，拢无十全十美的而且对参审制甲陪审制，原则上我唔敢讲我有深入的研究，我也无讲特别介意哪一种，但是执政党就是民进党，伊真早吼1999年甲2012年，就拢主张陪审制。是，咱看到过去这个行动纲领内底吼，28条就是讲，我要来杀这个陪审制。民间杀这个陪审制吼，根据我知，应该是足早以前有一个律师，是，你推这个陪审制。尾啊，这几年来有这个陪审团协会嘛吼。陪审团团甲民间的这个社团吼，足济嘛，台湾社、北社等等吼，听讲有几百个迄个吼，这个团体吼，有诶讲因是台派团体啦吼，所以原则上应该是拢支持咱目前的执政党嘛吼，因拢一直讲陪审制较适合咱台湾的目前的情形。是，其实司法院根据我了解吼，嘛是真早都有。国民专家参审制，迄人刑事厅里迄个读了，尾啊，佮换司法院长，佮什么关心制是，即马尾啊，佮参审制，最近这几工则佮改做国民法官，是，
所以会使讲是真大的改变啦，吼啊，而且拢你讲你的话，我讲我的话啦，吼，并无讲互相，譬如讲遮尔重要的代志，当然，苏汉院讲一年啊无，嘛早差不多500-600件尔嘛，是啊。遐讲全部大概有20万件左右，吼，安尼来算啦，才3%尔嘛，吼。当然，伊这案件拢比较较重大的案件，所以嘛是社会真瞩目的案件，所以嘛是讲，不管你推啥什么制，拢对这个司法改革有进一小步啦，唔敢讲无法度全部改变到司法。吼，这个改革完全拢变无问题啊！吼，这个我看大家拢知嘛，吼。所以就是讲，我是认为讲，这个司法院甲民间吼，应该还佫用个，莫讲倒一个临时会时吼，安尼足赶紧的。本来是这个叫做国民参与这个刑事审判，哦，这个会法嘛。啊，即马这几工。突然间再改做国民法官吼，大概是认为讲国民法官来讲对百姓来讲，咱一种较尊重安尼。但是是毋是有考虑到咱宪法内底有法官的名词，有大法官的名词，啊，敢有国民法官？哦，这是一点的。哦，第二点呢，你若成为因为国民法官，有人讲。啊，相对的就是非国民法官咯，哦，那两分法嘛，吼，国民法官啊，另外一个叫做非国民法官，啊，非国民，敢有非国民法官？无啊，正式的职业法官嘛是国民啊，哦，伊敢毋是国民啊？伊嘛是国民，伊嘛是国民啊，虽然伊是这个职业的，对，啊，伊的职业是法官，啊，所以你讲。也讲安尼国民法官啊，另外迄个叫非国民法官，啊，这互惊着咧，吼，所以是毋是讲咱单位一句讲吼，金属看班啊，食紧弄破碗，食紧弄破碗吼，真正感着爱伫立法院这临时会期间啊，所以有需要伫安尼遮尔赶紧无？是哦，啊，咱今仔副厅长甲律师来吼，当然副厅长可能有伊的想法啦，吼，我是讲目前社会沟通无充分的时阵啊，大家意见交换，啊，这么赶紧吼，有这个必要吗？哦，但讲这个问题真重大的是，为什么无爱敢若讲举办敢若大型的公听会啊、辩论会？哦，啊，你一方面派3个人啊、几个人，哦，啊，你讲你的理由，啊，来电视转播，哦，要到咱公司转播嘛，真好啊，啊，互百姓来了解，充分来了解。无共款的看法，是啊尾啊，再请敢若总统安尼，请总统选举的，请3间即个较中立的即个民调，啊来调查，安尼充分的去来互相意见的交换了吼，再来推上吼，我是认为讲比较即个不管民间的团体还是司法院，拢会用对即个制度吼，不管对参审制还是陪审制。有更较深入的认识啊，来认捌。有影啦吼，所以坦像这个律师讲的吼，这个制度本身就是人创造的，有好有歹啦吼。无论你是参审制也好，还是讲陪审制也好啦，其实拢会当去做参详。但伫这个社会沟通无充分的这个之下，在立法会民进党即阵是这个60外席是多数过半这个情形之下。用人头啦吼，咱嘛看到讲30外点钟，随条要来去审啦吼，啊其实这个人数这个优势，啊真正伫今日通过，啊敢真正对台湾较好，咱先做来看。国民法官法制定通过。立法院临时会经过透明的表决了后，总算3读通过国民法官法。台湾司法制度会正式加入国民参审制，这个法案按算伫咧2023年实施。是由3个职业法官加上6个国民法官共同审判的合议庭，国民满23岁就有资格，也若头家人都爱互因公假。为了公平，会采取随机抽考的方式，任何人拢袂当公开国民法官的个资。新法嘛规定讲，下用的案件是本刑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也佫有故意犯罪发生死亡结果的人。若要安怎认定被告有罪？国民法官甲法官拢总交的人，双方的意见爱达到2/3以上的同意决定。若死刑嘛共款比较办理，爱有2/3以上同意才用的。执政党要承担所有的责任，因此呢，为了确保人民在司法诉讼当中的权益
都能够受到妥善的照顾。因此，我们选择一个比较审慎的方式来推动。为什么要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才能够适用？事实上，大家非常清楚，台湾民间追求人民参与审判的欲求未曾停歇，但也不可能说仅仅是希望说这500-600件的案件能够适用。民进党团甲时代力量党团拢肯定国民法官法3读，不过民众党团是批评民进党用真老草的处理方式，硬互通过，伤害立法的品质。让民进党或这个是司法院接受2制并行，为什么在司法的改革跟司法的这个国人信任里面是重要的核心？但我们没有办法说服他们，也没有办法获得其他多数政党的委员的支持。民间司法改革团体伫咧立法院的门口静坐抗议，批评民进党无把人民的诉求听入耳，若无考虑甲陪审者包括在内，就连甲参审者做伙试办的空间都无。我们对于民进党背负党纲、背负诚信、背负民意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加以谴责。司法院院长柯宗力主持国民法官法3读通过记者会，强调这是台湾司法历史性的变革，让人民参与审判，都是回应人民对司法改革的期待。未来起诉的时候呢，将不再把卷宗证物呢一并送交法院，直到裁判的时候，法官呢才会接触到证据内容。针对民众可能会欠缺法律知识，柯宗力表示，法庭顶悬各种的法律用语，会尽量让国民法官听有，嘛确保因的生命安全受到保障。另外，新法嘛规定讲，自实施开始的6年，由司法院组成评估委员会，每1年拢会评估实施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是啊，这2023年这要开始来实施啦但是真侪这个法律上的这个挑战才打开始俩咱嘛来看讲其实咱讨论到参审制也好，还是讲陪审制也好，还是讲即阵国民法官制啦拢是台湾一个新的这个挑战。但是这个3个部分其实拢有政策，咱有整理到一张图表，要先带观众朋友做来看第一，咱先看到这个台湾国民法官法则就是咱即阵才改名过去就是讲国民党来参与到这个刑事判决啦咱看到。这个一般这个国民随机来抽考啊啦爱当甲这个法官坐这会，咱嘛看到讲，其实德国的这个参审制有这个一般的这个参审员有议员也是互推荐伊的任期是差不多5冬啦咱看到讲尾手，咱看到判决的这个部分是甲法官坐到会啦咱等下有一张图嘛要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另外有这个交流的这个部分你会当甲法官会当有交流，嘛会当来询问被告也是证人若是讲事实认定有4角插去，嘛会判到这个附到这个判决的这个理由啦会当来上诉。但是德国者敢会当区法院会当上诉尔。不过一般咱咧讲的这个 jury 就是美国陪审制啦陪审员呢是一般的这个国民甲咱即阵国民法官是这个随机抽考的这个方式是差不多啦但是咱看伊的座位啦是独立的一区啦坐伫法官的这个正边，无就是倒边啦排除掉这个职业这个法官陪审员单独进行着事实认定，但是你要全部拢同意才认定有罪啦所以真侪人都讲有这个 hung jury， 就是讲无法度判决这个部分啦袂当和法官交流嘛，袂当讯问着这个被告还是证人啦伊就是看讲正常安怎来问证据啦，安怎来讯问检察官安怎去问罪啦其实咱嘛要来搁请教咱的副厅长啦我遮嘛有整理到一张图啦这张图是咱这个司法院嘛真趣味嘛去找到这个较卡哇伊的这个网架这个图啦咱看到的中方内底有3个法官，就是咱讲的职业的法官其实中方的就是这个审判长边2个就是这个陪审的这个法官啦其实咱看这个边这个清查有较轻松的所以咱讲的就是国民法官但是有罪认定甲无罪这个认定有啥物呢？就是第83条内底，国民法官甲法官这边这个双方拢有2/3同意，才会当来做这个有罪这个认定若是讲这个比例人数同意，就是无罪这个判定。另外，要搁较精准的，就伫咧死刑这个部分咱看到死刑必须爱国民法官还是法官双方意见爱2/3同意。无就是袂当判死刑啦其实咱头拄也讲到，本刑10冬以上的这个部分是较重罪啦这可能爱甲延长到2026年才来开始。第2款就是咱今仔讲的2023年要开始进行的，就是讲调工
地主人去犯罪啊，地主人死亡的这个部分啊，2023年要来这个实施啦吼。但是咱头头讲到2/3这个同意，但是这2/3，我若拢是这个国民法官6票，2/3，安尼敢袂使？安尼袂使，因为吼法律的规定是讲吼，法官参国民法官的票数加起来超过2/3，是啊，但是内底2/3的票数，同意票数呢，至少爱有1票是这个法官的意见的，表示讲这有罪的判决呢，内底认为有罪是。这个法官参国民法官，拢至少有1个人以上认为讲有罪，而且加起来是有2/3以上，安尼较慎重。较慎重啦吼。但是咱讲到，若是讲啊，我审判来一个执法法官内底有2个认为伊无罪，啊，一个执法法官有认定伊有罪，安尼嘛是 OK。嘛是会使判有罪。因为。这引进国民法官制度的目的，就是讲要引入咱普通一般老百姓的迄个生活经验。OK。啊，有罪无罪，就是看讲这证据哦，到底有检察官起诉认定安尼的事实无？啊，检察官哦，摕证据来说服这法官参国民法官哦。啊，说服的过程当中，哦，当然法官参国民法官，因为伊生活背景无共款，生活经验嘛无共款，哦，啊，国民法官伊就用伊生活经验来看讲，检察官安尼今仔日摕出来的证据，到底伊讲的有这事实，我来认定，哦，我用我的生活经验，哦，有哪安尼事实，我就认为讲，有法度说服我，哦，啊，共款的证据，当然有可能讲，大家人看起来无共款，啊，这个法官对于有这事实的认定无，咱一般人是认为讲吼。伊是法官是法律的专业，但是若讲有这事实无，应该是参普通人是共款啦。哦，所以讲虽然讲吼，这个法官有2票认为讲，应该无罪，哦，加1票讲认为有罪，啊，其他的迄个国民法官多数认为讲有罪，我嘛是认为讲，安尼会使判有罪安尼。是，有影吼，咱讲到这个攻防啦吼，甲过去较无共款，咱即阵是这个检。审判即阵，佫有6个即个国民法官吼，2023年要来实施，啊，佫有即个辩护的即个部分啊，律师吼，所以即个阵是即个检辩啦吼，啊，佫有咱讲审即个部分吼，啊，其实即个上大的无共款，就是即个审即个部分啦吼，但是即个辩的部分，为着咱讲吼，头拄仔咱有看到即张图内底有6个。这个国民法官吼，要去审判的时阵，我辩护律师，才都要做一个这个头一摆要开庭的时阵，都一个攻防开始啊。我有这个4摆，这个叫做拒确权吼，拒确权是啥物意思？咱个请请法庭。简单讲就是讲吼，咱今仔日吼，譬如讲吼，要选6个国民法官，啊选4个这个。地位的这个国民法官，总共要选10个人来审判这个案件。啊，咱可能譬如讲，这个法院呢，选吼为这个国民法官的迄个候选人的迄个名册，选抽100个来。啊，100个来，譬如讲，咱一摆10个人，啊10摆吼100个这个候选的这个国民法官的问完。啊，问的了后，这律师感觉讲，其中呢，10号啊、15号啊，我感觉讲伊讲的话吼，我问起来啊，伊回答的，我感觉有对这个案件可能因为伊的生活经验有一点仔偏见，啊，偏见当然对判决的结果是无正确的，啊，所以我就会使行使。主持人所讲这拒确权，啊，这个我要排除，啊，排除了唔免附理由，啊，有4个的机会，有4摆这个机会，啊，检察官嘛4摆的机会，啊，平等安尼。所以这个部分。真正吼，我过去有走过这个美国这个法庭，迄当阵是看到这个 jury 吼，啊，其实因咧警的时阵 jury 有真侪种理由会当来参加，无来参加的这个部分吼。但是咱看到这个抽考啊这个部分是共款的，但是买手吼真侪方式吼是甲这个美国的 jury 是完全拢无共款的吼。但是咱讲制度头拄啊，这个咱讲理事讲的制度有好有歹啦吼。即阵是人爱咧去行，所以面对这个挑战才拄啊开始。所以挑战唔单单是审判这个挑战，检察官嘛是一个挑战吼。咱先继续来甲咱请这个嘛是律师啦吼，来甲咱说明一下，律师会拄到什么挑战无？律师第一个挑战就是拄啊法官讲的迄个部分，因为
即摆拢是法官判嘛，是，所以你律师去开庭的时阵，你要讲代志吼，讲的对象就是法官，法官听有就好啊。是，咱在法律上，譬如说，什么是过失，什么是故意，什么是无注意的，什么是刁工的，这两个部分原本伫法庭上，咱只要讲解说共款读法律的人听就好啊。啊，毋过今仔日改成国民法官的制度，迄大抵拢是可能是我爸爸妈妈，无读法律的人，是高中毕业，啊，可能是百工百业的人，拢无共款。啊，即摆要解说互因听，就这对律师是足大的挑战。是。啊，第二个就是像拄仔法官有讲着，咱要来跟来国民法官的时阵，要安怎跟遐个人？这嘛是台湾第一届拄着安尼的情形。啊，头拄仔姚法官有讲着，其实无上好的制度啦。不管你是支持陪审，还是不管你是支持参审的人，拢无法度讲邓行抗讲啊，我这个制度上好。是。无一个制度，大家制度拢有可能判唔对，啊嘛有可能关唔对啦。是。对，啊嘛有可能放着歹人，这拢有可能。啊，毋过即摆我感觉目前即摆有一个较重要问题是，如果2023年就要实行，是。啊，毋过咱即摆现主席的法官、现主席的检察官、现主席的律师、现主席伫法学院搁咧学生囡仔，是，其实拢无经历过安尼制度。OK， 所以我感觉较大的疑问可能是3担敢会付。3担敢会付，咱先请咱的副厅长啦吼。所以这个民间上，咱头拄除了讲这个社会沟通以外，什么单位拢准备好啊吗？检察官的这个单位，你等下吼，咱来讲到这个这个卷证吼，无要做伙送这个部分啦吼。检察官下摆要去安怎甲这个法院上吼来做一寡这个公奉也好啦吼。另外，这个律师也好，学生囡仔咧读法律系这个部分啦，咱先请副厅长。是，多谢律师参主持人这个问题，这问题是足重要。啊，这就是牵涉讲为什么讲，阮即摆一开始的案件用这第二款的案件，吼，就是讲爱听讲吼犯罪啊，造成这被害者死亡的案件，吼，这当然一开始这样的案件可能有300件左右啦，吼，啊，就像这律师讲的，咱即摆无迄个。这个经验，吼，这经验咱是头一摆，啊，无像讲美国伊迄有几啊百档，英国迄个更愈久的迄个陪审的迄个经验啦，吼，啊，咱即摆就是讲吼，咱即摆制度是讲检察官起诉的时阵吼，官啊证据拢送甲法院来，啊，法官来看，OK， 哦，啊，所以吼，普通时当然这咱已经用几啊10档啊，哦，有经验啊，啊，但是咱即摆制度就是讲吼，以后的官啊，吼啊，笔录啊，证据啊，放啊检察官遐，啊，律师嘛是共款，放啊律师遐，啊，开庭的时阵，哦，则辩论的时阵，调查的时阵，他摕来法院，啊，证人再来法院来讲，吼，啊，安尼制度当然是讲，检察官也好，啊，律师也好，法官也好，拢头一摆，啊，所以阮进前在这个法律通过进前有办47场啦。即这场的模拟法庭啦，甚至讲每一个地方法院啊，至少拢办过2场以上，两场以上即个模拟法庭。即个模拟的即个法庭内底，即个国民法官嘛是用安尼抽考嘛？当然是，就是安尼，就是共款新的制度，用这个新的制度来抽来选安尼吼。啊，阮另外阁有一校园学校，那国中。高中、大学会使来甲阮司法院申请讲，我要参这个法院，哦，比如讲，台北地方法院、士林地方法院来做这个学校的这个模拟法庭。啊，阮就会派法官去，啊，派助理去来协助。哦，这咱的国民法官是要来操作，哦啊，法定的公奉是要来进行。阮就开始为学校开始，啊，进前。当然，阮有一寡模拟法庭的经验，就是讲法官啊、个检察官、律师哦，会来做模拟。啊，通过了后，当然阮就开始嘛是要个开始来做这。啊，做这完了无够啦。OK。啊，无够，阮就爱个学习哦，爱有大部分的法官
检察官、律师拢有这方面的经验，搁请一寡国外的学者，是讲有实务审判检察官的经验的人来甲阮指导。这就是阮讲吼。袂使搁等就是讲这叶理事、叶法官讲的讲为什么要这个临时会一直要过？就是讲吼，阮已经为1987年开始，就有开始有迄叶法官讲的迄个参审的迄个提案草案，专家参审啦吼。尾啊个有所。关心的时代，完了办过几60场的迄个模拟法庭的经验，阮有这个经验，这就是讲，若法律无过，就大家就算讲无咧升进的安尼啦。OK。若过吼，大家就是这就是开始啊律师也好，法官也好，检察官也好，这毋是搁咧模拟啊，毋是咧讲迄。爱上战场开始的哈，态度好，迄就是爱做认真的啊。迄爱真枪实弹，毋是讲开玩笑。所以阮爱有至少吼，安尼2-3天的时间，互阮来准备。若袂就像律师讲的，这是新的制度。若弄了无好，因为吼这毋是实验啦，实验无好，会使搁用另外一个方法。这是影响的是。被告参被害人，个伊家属，这足重要。整个的这个社会影响拢真大是袂使讲有任何的平淡啦。OK， 咱等下嘛讲到吼，即阵新的这个措施甲过去无共款，就是这个卷证不并送，但是伫进前吼，咱嘛要来带大家看讲吼。咱讲参审制还是讲陪审制，这个攻防啦吼，伫咧民调上其实有几啊份民调吼，司法院嘛有家己做，咱嘛看到这个民间的司改会嘛有家己做啦。先来带大家看到民间的这个部分，咱来看到讲吼，台湾人民对国民法官参审制了解程度，咱看到相关的无听过有45.8%啦吼，这个部分差不多要一半哦，但是吼一点嘛无了解有21.9%啦吼，咱看到这个是咱讲无虾米了解是有24%啦吼，所以安尼也算了解，敢若7.3%，但是这个就是讲吼，有这个参审甲陪审并行这个民调的反应啦吼，有的人是讲本地要超讲6档啦吼。这2种方式，咱就继续来去做看卖咧，讨论看卖，啥物是较好的，啥物是较无好的，这6档来并行啦吼。非常赞成要有40%哦，无这个也算赞成的要有43.1%，所以这个是民间司改会所做出来这个民调。但是咱来看到讲，另外攻防是倒位伫这个司法院的这个民调啦吼。咱来看到讲司法院的这个民调，就是讲希望法官在场啦吼，有这个80.51%啦吼，无希望法官在场有这个15.09%啦吼。认为是讲这个认同判决书需要这个理由咧吼，就是讲吼非常认同的有52.41%啦吼，非常也算认同的有37.83%啦吼。其实这个2份民调安尼看起来吼，有的人也是赞成讲吼，对于这个国民法官法参审制也是无了解。但是司法院者啦是讲吼真正这个有差不多80%外的人吼，已经是认同这个咱讲国民法官制这个部分啦吼。但是伊实际这内涵是啥物，可能也唔知影。咱来搁讲到这个请教理事啦，咱看到这2份民调啦吼，这个民间的这个讲法是讲司法院这个民调吼是这个置入性行销啦吼，有人安尼讲啦吼，但是咱法官伫遮，咱等下嘛再搁来请教啦吼，但是这个讲法就是真正社会沟通无充分的这个情形之下啦，但是咱讲即阵头拄啊，这个副厅长嘛讲着，时间真迫啦吼，咱来赶紧来上路，但是上路都有伊的风险伫咧，是安怎袂当我参审陪审。做伙行6档咧，是，这个2016年吼，蔡总统第一遍当选了后，是，伊咧迄个就职演说的是讲要司法改革，大家掌声会使讲上响亮吼。就司法院甲嘛是真紧吼，真认真，就开这个全国的司改会议嘛吼。司改会议吼，中间对这个参审甲陪审嘛有真重要的这个辩论啦，尾啊上尾无法度达成共识嘛。所以就用标决。是。根据我是无在场，根据报纸写有人讲应是7-7嘛，吼。迄7-7毋是讲干那迄少数无，迄是各方的代表嘛，吼。所以
陪审团协会，也是讲民间司改会，因本来是拢主张讲爱陪审制嘛。尾啊已经退让讲，我就写一篇文章嘛，讲国民参选制甲陪审团制吼。尾啊我有建议讲，既然全国司改会议是7:7，就是讲同款的迄落嘛吼。为什么无爱讲拢试看卖吼？人有话讲，你无试验证，哪会知影后面安怎吼？所以应该是我的建议，迄人是讲，咱就试看卖。既然民间的不管迄个法界、迄个司法人员的代表、法务部的代表，还是民间学者、律师等等的代表，共同的看到就是讲，这两个制度拢有实行的必要，来试行看卖。无想讲司法人员敢若对陪审制吼，敢若一直拢无试的想法啦吼。即个请你拄啊，即个讲国民法官参审者吼，迄个内底讲美国 jury jury 的即个吼，你遮是讲判决嘛吼。这个就是有一个问题吼，其实陪审制事实的认定虽然讲离陪审团，但是法官伊迄个拢有参与啊，伊指挥一规个迄个诉讼的定数，伊拢参与啊，正经无适当吼，还是啥个事调查的事，伊拢会用个反映意见啦。哦，所以这一点吼。并唔是讲法官陪审就拢无参与。其实伊是一个领导人吼，伊会当讲你的这个意见是啥，但是伊会当讲头拄这个检方有啥物证据啥对。这个司法院推出即卖叫做国民法官法咯，实际上就是参审制嘛，都是德国的参审制，甲日本的迄个参审制，因敢若无叫做国民法官，对唔对？这是咱因敢若叫我感觉咱用国民法官会使第一摆发明的啦吼，因迄个参审制吼，当然讲用个参加事实的认定，甲法律的适用吼，咱一声就要跳起讲，伊迄个参审制的人主张来讲，你看恁迄个陪审团敢若用认定事实尔，阮连法律嘛用互百姓来参与。是。这我就会想到咱民间吼，我看在座拢诚少年，可能还未做到爸母吼。像咱做着，咱拢像我做着爸母吼，咱饲囡仔吼，囡仔拢头前5、6个月拢倒喺面床的，对唔对？尾仔再会晓坐，尾仔再会晓爬，再会晓行，行了后再会晓走。所以台湾有一句俗语讲，唔通袂晓爬就想要走。是。这个我就搁咱倒来讲者，你敢若事实互陪审团认定。因为伊是一般的百姓，伊有即个生活的经验，但是伊无法律的即个知识嘛。培养一个法官，我伫迄文章嘛讲过，你大部分拢是法律系毕业，佮考试，佮训练，佮头搁爱校补5年，所以一个迄个叫做正式的迄个法官，毋是校补的是爱5年以上啊，所以毋是讲法律的适用遐尼简单，而且法律有几啊种的看法，迄拢爱经过有拢一直研究嘛，所以我拄仔就讲，咱爱先会晓学。行再来学走，还是讲先会晓学爬再来学走。即马参审制呢，就是讲，我开始吼会晓坐了，我就要行，也要用走的。OK。安尼敢袂伤过伤紧，人讲食紧的弄破碗。食紧弄破碗。其实咱嘛有看到讲吼，其实咱的这个来源。是拢一般国民，甲陪审制是差不多要共款，但是咱讲有参审制这个精神，伊甲两种精神拢甲伊揽做伙，真正敢袂出问题。尤其咱头拄讲的，这个咱是抽考啊，这一般的这个国民啊吼，咱若讲到参审制，伊是有名册，是受推荐也好，还是有意愿的也好啦吼，这个部分敢袂有问题。咱阁先继续请副厅长啦吼，你的看法咧？你讲是，咱讲到这个陪审制吼，咱有陪审制这个精神吼，是咧一般抽考啊，即个这个国民
来要做法官，但是咱看伊陪审的这个国外美国这个做法，是伊敢若是 jury 尔，伊毋是法官。但是咱讲的这个参审制，伊佫是参审员这个身份，咱即阵甲伊变做是法官。头拄啊律师嘛讲着，伊法官的这个受训吼，其实是真长期的这个法律素养啊，吼啊，佫有实际这个去参与着这个法庭的这个实施也好啦吼，这敢会有影响咧？参审制当然是欧洲啦吼，像德国啊吼。像李叔讲的嘛吼，咱这国民法官法主要是参考咱邻近的这日本吼，日本伊叫做裁判员啦吼，伊的制度参审制伊就是讲，毋是干那认定这事实啦，伊有法度去参与讲问被告、问证人、问被告、问证人，佮最后讲若有罪了后要处罚偌久的迄个刑期吼，算讲当然，迄个国民法官伊是一般的国民，伊无这法律的这专业无毋对。但是讲吼，阮遮讲的讲，伊要用法律认定有罪无罪，毋是讲吼，伊爱知讲，啥物罪有啥物爱有啥物要件，这爱啥物罪杀人罪有啥物要件，当然是法官爱甲伊说明。是说明这部分就是法官伊的专业讲这普通那杀人罪爱有故意，然后爱有要互伊死的这意思，然后爱有去实行，尾伊的被害人的死亡是参伊这个这个行为是有所有的有迄个关系，有因果的关系，按甲迄个咱的迄个所有的迄个国民法官来做解释，解释了后，国民法官知讲咱的法律的规定是安尼，普通要哪认定讲安怎就是杀人罪，怎么来看讲检察官伊摕啥物证据来，有一个凶刀，有啥物人会讲的笔录来看讲，安伊到底有这要互伊要甲。迄倒落去是要甲伤害，是要互伊死？这死亡是因为伊家己身体破病的原因，是讲去送去病院有路中央车祸是讲医疗其他的原因所造成的。当然就变是讲检察官爱摕证据，因为伊是控方嘛，伊是要对诉这个被告有罪的人，伊就爱摕证据来说服这个法官参国民法官。国民法官因为法官甲伊解释讲，若要讲故意害人，爱有啥物罪，爱有啥物有啥物证据，爱有啥物要求，伊才来看讲，检察官提的这证据有法度来甲说服无安尼啦。所以这阵就是吼证据伫法院来讲话啦吼。伊来用安尼的认定的罪责，应该是有这个能力安尼啦。有影啦吼，所以咱头段嘛讲到，伫证据上啦吼，伫法庭上。要安怎来去呈现？即阵嘛要考验到这个检方啊吼。咱即阵嘛有讲到上新的这个国民法官法，甲过去咱讲吼，伫咧法庭上上届无共款的是这个卷证不并送这个部分吼。咱嘛有整理到一张图表，但咱这个请教这个律师来甲咱做一摆这个较直接的这个说明啦吼。咱看到讲即阵的这个现行吼，这个卷也是证啦吼，证据要送吼这个法官来去读了，再来审理啦吼。但是这有问题哦，这是吼会当互法官。对这个被告，可能你就是认定伊有罪啊，吼，无落，这个无遐尔简单讲落实到这个无罪推定的这个保障。另外，即阵要来看到讲，国民法官法适用的这个案件吼，卷甲证无要做伙送啦吼，就是讲伫咧法院，也是讲法庭的时阵，你才有法度来看到这个检察官摕到这个证物，也是讲卷啦吼，交互这个法院内底，起诉书内底吼，袂当记载，互法院内底可能会你预先会当判断。内容吼，这个利益是真好啦吼，避免咱讲一个法官加国民法官有预先的这个心情吼，但是有疑虑哦，啥物咧？就是讲国民法官对法律较无熟悉，在第一时间你就要消化这个卷证啦吼，较食力。另外就是要有这个这边法官的这个说明吼，影响伊这个判断的这个部分啦吼，敢真正会去互影响到，会无？我相信应该是会啦我估计咧，互大家听可能都较。清楚，是。我先讲迄卷证不并送的部分，因为即摆证据都会全部，法官拢知影，检察官起诉了，因就看全部的卷个加证据，看了后
可能看了刚刚比个，啊未开定哦，刚刚比个有做。有做啊吼。啊，所以新的制度会解决安尼问题，所以我的看法安尼是好的。OK。啊，毋过伫国民法官法受到批评的一点啊，就是讲你有法官甲一般的国民，是一般的国民敢会受到法官的影响。啊，我举一个咯，例咱拢捌去上过课，听过演讲嘛。主持人问讲台海人够有问题啊？台湾人的个性啥？拢无问题。嘿，大部分拢是点无问题。有影。所以会有安尼的状况，其实我想包括司法院拢有想到。因为伫日本的运作的情形，确实不管几趴啦，都是有可能有安尼的情形。是。所以既然今仔三读通过，决定要用国民法官法了后，伊安怎做较有路的，会当避免安尼互人影响，佮有台湾人种容易受到影响的特色，嘛爱一并去解决。啊，佮有一点是，除了法官的影响，其他国民法官，一个社会案件发生，啊，即摆媒体就去报迄个社会案件。OK。国民法官敢会受到媒体影响？媒体影响，这嘛是一个重点。其实我伫咧美国的时阵，咱看到这个法官咧判的时阵啊，伊特别交代讲 ，jury 你着即阵伫咧审判期间，你着拢莫接触到的媒体，莫接触到的任何人，这是非常重要一点吼。咱看到这个法官逐届开庭，伊着甲你说明一解，解说一解，真正莫受到这个任何影响。但是咱讲台湾人民吼，咱嘛是爱相信台湾人民有这个自由意志，这个甲你判断这个部分。但是真正这个媒体安怎报，也是讲吼，这个媒体这个影响力是真大，啊受到咱讲公论这个影响啦吼，嘛这个判决可能伊的这个自由心证这个能力都较减去啊。咱嘛要记着一个例吼，咱讲到去年咱讲台警案吼，伫咧家己这个部分吼，迄当阵大家拢讲吼，法官是这个强量法官吼，安怎判就是对这个咱讲民众的这个公论是违背啦吼，就是讲你若判伊无罪啦吼，但是咱看到要互证据来讲话，即阵若是讲我就是3个职业法官。尤其咱搁要讲吼，挑工犯罪发生死亡的2023年，就要来提二款，就要来实行啊。这款罪吼，真正就是讲我有6名这个国民法官，就找因来背书就好啊嘛。咱搁来请请律师。这是主张陪审制吼，对这个参审制真大的这个疑问啦吼，讲伊为什么这个法官吼，职业的法官？我拄仔讲过，伊受足济训练，要做一个正式吼，毋是校补的法官，上少爱对大学安尼读甲迄落爱几10年哦。你普通的百姓，伊毋是读法律的，伊去各行各业拢有。伊对法律来讲呢，拄仔咱2位嘛有讲过，律师嘛有讲过，法律真济迄个固定的名词。OK。足济故意，敢若2字遮简单，但是在法律上也有迄落无确定的故意，叫未必故意等等，迄安怎认定真歹迄落吼？所以我是认为讲，日本吼嘛捌先实行即个陪审制过，德国嘛是，这就是讲对迄个制度迄个试办的这个过程来发现讲安怎来解决。咱无经过这个陪审制的这日本甲德国，毋是讲一声就创参审制，伊嘛是认为迄落。咱即摆是讲人都行过袂用的，所以咱走较头前吼。这我拄仔落去讲。人的尤其司法的制度吼，毋是讲你爱安怎马上会变做安怎，你爱一步一步行。敢若咱囡仔，你行路走路，你安尼会走的时，你爱会晓对坐爬，然后慢慢行，扶的行。你若看囡仔的时，拢头一个拢扶各种你行，才会晓行较顺，才会晓走。所以就是主张陪审制的人，就认为讲你哪会无爱对事实开始嘛？因为事实。较接近毋是法律的人，当然嘛是有真侪法律问题，迄个证据的证据来等等吼，证据能力拢有迄个，但是迄个所在法官在场嘛，伊拢会用甲因讲一下，所以我认为讲，那陪审制上迄落来讲，先
执行这个事实的部分嘛。啊，法律的部分，法律是迄个理由的部分，甲迄个判什么刑的部分，迄是法官的专长啦。OK。啊，你一方面吼，所以主张陪审者讲，其实陪审者才会减少法官的负担。你参审者吼，哇，即马真麻烦啊！即马加6个吼，拢唔捌法律的来。是。你是毋是爱一个一个家迄落，无因拢听无。啊，有几个可能啦，因大家足认真的，一个一个叫你讲。啊，有讲。凊彩拄啊，咱律师嘛讲啊，咱台湾人的个性拢较安尼保守啦吼。啊，你都专业的，你安尼经过几10年的训练，啊，你讲就对啊。啊，我加减听就好啊啦吼。啊，若安尼就无法度迄个发挥伊的效能啦嘛吼。啊，而且即马吼，咱讲一个迄落，有一个律师嘛讲香港有迄个国安法对吧？香港本来是。陪审者，啊，一个国安法呢，伊伫伊的46条，甲排除陪审者，这会互百姓吼真大的惊疑。讲你看对陪审者啊无爱，啊就是认为讲陪审者敢若较民主啦，有可能较活百姓的迄落。啊，你参审者呢，还是吹人吼，变做讲较迄落，所以这一点嘛是足惊疑。所以我是认为讲。当然，即马虽然讲已经上路啊，变成法律啦，咱嘛祝福讲，这也是一个改革的一步啦吼。当然无法度解决所有的司法问题啦，司法改革的问题抑佫足济吼。但是总是向前一步嘛，啊，咱嘛是祝福讲啊，这个制度会用个确实发挥对司法改革有利。但是我要佫鼓励这个陪审团坐的人吼，嘛是唔通放弃，因为。伊这毋是永远的嘛，伊讲6年拢会一直检讨嘛，啊，而且法律嘛应该废止啊，来正经尾啊实施1、2年无迄落，啊，立法院嘛应该废止啊，免讲一定等到6年。啊，若认为讲咱的陪审团制吼，继续推测家己的优点，家己的迄落譬如伊讲上大3个，佮减少冤枉的案件，减少即个恐龙法官呐，等等的迄落，啊，佮会用减少法官的负担，所以啦，民间继续迄落来推测讲陪审制为什么我若是假6年咱来过来推测看卖嘿。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司改会甲即个司法院啦吼，其实两边遮咱头头无讲到，即个争议也有啦吼，就是参审陪审超袂罢。咱来看到第6张图啦吼，咱看到即个司法院长柯宗力以前咧讲吼，司法改革吼已经是讨论了超过30档的即个议题，甲民间吼已经有充分的即个协商啦吼。法案通过嘛是讲有2年半的这个准备期间吼，无这个真匆忙的这个上路的这个问题啦吼，司改无上好的这个制度，敢若有上适合的这个制度啦吼。不过咱们看到个民间司改这个基金会董事长吼，伊是安怎讲？伊讲讨论的这个内容吼，这个是关于2制这个平衡吼，毋是即阵强杀参审制这个结果。所以咧，这个柯院长袂当称呼这个国民法官制，甲是咱讲民间协商的这个。结果啦吼，所以这个咱头头讲到社会对话嘛是真重要啦吼。咱过来请教到讲头拄啊，这个疑问就是讲，咱来用这个家己这个台警案来看啦吼，就是讲社会要甲这个咱讲公论这个部分，会影响到法官的这个判决无？啊，咱有即阵有6名这个国民法官，若是重大这个议题，咱讲即阵第2款条例讲，互人发生死亡吼，这个部分来看啦吼，其实。这个国民法官敢真正吼，都是摕来用来背书用的。我真正有互国民来参与哦，安尼就好啊吗？当然就是讲，像主持人讲的，家己这个杀警的案件啦，吼，当然是引起足侪人的迄个争论，吼。啊，争论主要就是讲吼，因为地法院是判无罪，啊，无罪的原因就是讲伊。杀人的时阵有杀人这个精神的这个认定这事实吼有这个行为，但是伊杀人的时阵，因为伊精神上的问题，所以有送去做迄个鉴定，啊，精神科医生鉴定，结果是感觉讲伊的行为时阵虽然有杀人，但是伊是受到精神病的影响，啊，伊鉴定结果是认为讲伊有刑法19条第1项，这个杀人行为时阵，伊是无迄个是非辨别的能力，是，啊，伊是无迄个行为控制的能力，伊迄阵啊，
看报纸啦吼，是讲伊是认为讲，迄人拢要甲伊迫害啦，吼啊，伊是要来迫害伊的人，啊，伊若无甲伊抬掉，伊会去互迫害，吼。就是迄当阵已经即个犯着即个司法失调性吼，但是咱讲吼有即个证据，啊，若是讲即个鉴定出来，嘛是有即个部分吼已经犯着即个病啊，但是咱看到公论就是讲爱判伊有罪，爱判伊有罪，啊，咱就看讲啊，这6名内底吼，真正就是判伊有罪，那是受到即个公论即个影响。将来一法庭内底就足重要，就是讲吼，公论是拢爱认为爱判伊有罪嘛，但是吼，咱就爱变成讲，是这法定的时阵，这个法官就爱甲这个6个国民法官解释讲，咱还没叫做有罪的条件是啥物？你一定爱通过迄个责任能力的这个要件，爱有符合。啊，你若譬如讲，你有刑法19条第1项，迄无是非辨别的能力，还是讲你无迄个行为的控制能力？啊，当然你就爱，你若认为讲确实有符合这个规定，你就爱判无罪。按这是讲公正的迄个审判。啊，到底有19条第1项安尼问题无？你就爱看讲检察官提出来有安尼证据啊，律师提出来鉴定的意见啊。这个被告讲话的态度，吼啊，包含讲精神科医师鉴定伊来法庭讲的话，啊，到底你用你的生活经验，感觉讲你若是普通一般人，已经是毋是因为这精神的这个病，吼？影响到伊这个情绪的，到底有这个行为啦吼。其实咱头拄也讲到吼，真济精神也好啦吼，其实嘛是要互这个国民来做一寡参与啦吼。但是真济人咧讨论就是讲，是安怎我就是国民法官会来用到这个背书，安尼这个讲法伫吼，嘛有安尼议论甲这个声音出现。咱过来请教律师啦吼，就是亲像咱头拄也讲到这个嘉义台警这个案件啦吼，拄到这个咱讲有疑虑的时阵，国民法官吼，真正就是互伊背书用的吗？其实一开始司法院的选择，互国民法官会当判刑这件代志，某一个程度对我的角度来看，就是要解决社会安尼的声音。是，安尼讲因为社会感觉法官拢无要判死刑。OK。安尼来讲好啊，拢无要判死刑，无要判较重的。社会有安尼公论，所以采用安尼制度，某一个程度，真正有背书的效果啦。我想这无法度讲无。OK。啊，毋过，咱去避免这个疑虑啦吼。咱会当换一个较 positive 的想法，较正面吼，较正面的想法。如果咱的国民嘛是有血有肉的人。OK。今仔伊要去判一个人重罪，要去判一个人死刑，伊无可能想伊今仔伫网络面顶拍伊遐尼简单。伊今仔你来参与审判，伊爱甲这法官做伙参详这案件，伊爱看检察官的证据，看律师的证据，这物件看看，伊敢阁有亲像咧拍网络一个简单的留言安尼。我想应该就是会变成无共款的。迄伫日本的报道嘛有真侪。参与过的审判员感觉讲，伊今仔日判一个案，判一个人可能死刑，判一个人安尼关10冬的时阵，迄其实会对伊家己的一生嘛有影响。伊永远拢会记得这个代志。是。啊，台湾我的观察啦，台湾有一个个性，就是有伫网络里面网络真敖讲啦吼，真敖讲啊，要记这个可能都毋是一回事啊。所以。这个制度不管是陪审还是参审，即摆的国民法官法，你这个制度通过了后，其实会当互咱台湾人民一代一代去培养替家己的决定去负责的概念，所以我感觉是好的啦。OK， 参审制头拄仔咱讲的，可能有背书的这个疑虑，但是嘛是一个进步吼，这个进步嘛是提醒讲吼，咱过去伫咧网络顶。真敖讲话吼，也要影响这个法官吼，讲人是这个强力法官这个部分，真正吼，这个话就要好好来检讨一个反省一下吼。其实咱嘛看到讲真侪人咧讲吼，真正这回是这个司法改革一个大进步啦吼，但是
大进步，唔是干那即阵才开始尔。咱讲过去的这个时阵啦吼，济人的要求就是自这个培训开始，但是这敢是一个进步的开始，就是讲你社会沟通无充分的之下，要安尼草就要上路吼，其实真正的挑战才开始啦吼。咱嘛讲到吼，这回这个临时会啦吼，自这个监察院伫遐拍来拍去啦吼，临时会吼硬要杀这个咱讲国民法官案啦吼，其实咱佫有讲到吼，真济亲像咱这个护照，也是讲咱讲的这个花行正名这个部分吼，其实咱讲的这个部分，真正的民进党袂当用到这执政党这个较多数的这个意见吼，社会沟通真重要吼。上尾咱请理事啦吼，甲咱呼吁一下吼，就是讲这个社会对话，唔那干那是这个多数的这个对话尔，唔是压人头，唔是压数字的这个部分尔吼。社会对话爱真正自沟通开始吼，两边的声音拢爱听入去。是。无毋对啦吼，每个制度吼，我拄仔就讲起讲，伊全国司改会议7比7啦吼，伊即摆伊做这边7啦，是吼，所以嘛是一种有向前来看一步就对啦吼。但是问题就是讲安尼小可无平衡啦吼，这边的7你哪会无去甲照顾到咧？哦，伊7嘛是有伊的优点啊，咱是毋是爱甲伊采行？哦，还是讲无搁另外立一个条例嘛是会使啊？做伙行做伙行吼，嘛是无问题。伊是我伊直直讲，哎呦，两个制度做伙，你有诶有